大家歡迎收睇呢次颱風速報啦，現時嘅時間呢，就係2025年6月11號星期三嘅下午1點12分啦，同埋咧天文台已經喺咧午夜12點40分咧發出咗一個嘅1號戒備信啦。我哋咧睇下個最新風暴消息先。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，蝴蝶今日6月11日與本港嘅距離保持600至700嘅距離。預料本港今日尚未有強風，但係預料佢嘅外圍雨帶咧都會影響南海北部同埋廣東沿岸一帶嘅。跟住咧1號戒備信號咧會喺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。預料蝴蝶會喺今明兩日逐漸增強並大致移向海南島，隨着移向雷州半島一帶，天文台咧就會視乎呢個強度咧同埋本港嘅距離同埋個風力變化，而咧評估咧是否需要明日6月12號淨係星期五咧6月13號咧發出呢個3號強風信號嘅。除咗呢個咧蝴蝶颱風咧，佢咧逐漸靠近沿岸地區咧，本週後期咧風勢可大啊，間中有狂風大驟雨，海有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。好啦，我哋咧講咗咁耐，我哋咧睇下個風暴消息先。下午1點，熱帶低氣壓蝴蝶咧就係喺呢度啦，不過我唔知幾多公里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嚟睇下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啦。跟住咧，我哋而家咧都嚟睇下個雷達圖像先。好啦，大家咁而家下午2點嘅颱風速報咧就到呢度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夜晚8點咧都會有一次颱風速報。咁我哋咧就我之間可能都會出2條影片嘅。好啦，咁就咁啦。咁我哋咧就下條片再見啦。Bye。